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联合卫视公共欢收看来为在4号中嘉台电新闻。针对巴拿马的13号宣布甲台湾断交，台市场参选人颜顺泽向的服务处表达谴责，而且向中毛民众用技能等巴拿马总统的人形扛棒，甚至朝巴拿马国旗来表达不满情绪。将技能倾向巴拿马总统瓦雷拉的人形看板，表达愤慨的情绪。但市场参选人对着巴拿马13号宣布甲中华民国断交，转向中国大陆建交的行为表达谴责，也呼吁执政党对着这件代志应该要思考安怎防止后续的骨牌效应，以及重新思考未来的外交甲两岸政策。目前双方所进行的84件。将近台币500亿的投资案，要如何继续来进行？这个可能要去思考这些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双边的交换学生，的一个就学的权利。那第三呢，我觉得可能要有智慧的去调整两岸还有外交的一些政策。那第四个呢，我觉得是要预防外交骨牌的一个效应毕竟我想一系列的更残酷的条件会再来。那第二个呢，我想实力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样去发展台湾的整个经济实力我想也是执政党目前要去考虑的关注国际议题的同时，针对国内一例一休的政策自实施以来，造成厂商无愿意继续订单，员工无法度加班，经济也无提升，演变做三输的局面。伊也建议周休2日应该由劳工甲资方家己协议，以及加班时数甲加班费会当再做调整。是周休2日，如何周休法，让劳资双方自行协定。伊要工课10天，歇困4天；要工课25天，歇困6天。因为家己要累假嘛，互伊家己去调整就对啦。政府莫插伤济，政府不宜介入太多。第二呢，就是加班的时数即摆是规定1个月46点钟嘛。我们希望用半年当标准，半年不要超过46乘6 276小时。第三呢，现在是规定讲休假日。做1点钟爱互伊4点钟的薪水，而且前2点钟呢是1.33，后2个小时是1.67。这不但呢对规个厂商无合理，做1点钟算4点钟，他们讲1点钟是4点钟的薪呢，佮成为了呢，差不多1倍薪水要变5倍。厂商伊无法度通处理这个代志。对于包括台南市工商会代表伫现场也表达自方的心声，强调政党恶斗甲无合时代潮流的政策，造成竞争力下降。也肯定台南市长参选人颜顺泽不为中央错误的政策来护航，反倒是徛出来为劳工甲资方发声。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因应天灾地变会冲击到民众大安全，所以政府全面启动老厝健康检查。地处市府干部局表示，只要符合88年12月底之前出得建造的主体，无限几楼拢会当申请，而且初步内前的变更费用全部由中央来补助。不过提醒大家是，修理期间只到今年12月底为止。2006地震，台南市受灾严重，再度引发老厝健康检查议题。为了协助民众了解居住结果安全，公务局公告执行老厝健康检查申请甲补助实施计划。第105年，总共有250件申请，最后完成217件初步评估。今年继续这项计划，初步评估名额1000件，名额有限，请民众量早申请。为了让民众知影这项资讯，公务局将伫7、8月办理4场说明会来做宣导。老屋渐渐是这样其实我们技术人员这个结构方面在设计的时候，其实大概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弱件不坏，那中件可修可以修复，那强件不倒。那过去我们的这个921之前的这个法令是比较松的，
那所以可能有一些老屋啊，它是比较弱的，那可以借用这次老屋健检的机会，先出评，然后再详评，那可以的话做一个补强。另外，工务局依据营建署无障碍主体设计基准甲奖励办法，自1802年开始受理5楼以下老旧公寓增设地推补助，相关补助116万，有需要民众也会当提出申请。老旧公寓的这个增设电梯，那这一部分是刚开始在推动，在刚才我们林科长报告，现在北部大概成功的。大概也没有超过5件最主要它受限于它的这个空间那如何增设电梯，还要楼梯也要保持而且要通各户那可能它也有它的条件至少也让民众知道我们也有这种补助的案子。工务局表示，1806年度申请补助案到6月30号为止，但这项计划会延续办理，所以民众只要提出申请，就算未符1806年度的预算补助，该局也是优先列入1807年度继续办理。咱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伫4年前就开始办理的大台南公车甲客车油量稳降宣判，今年持续举办，都要分别选出6名的公车甲客车油量驾驶以及礼貌驾驶。今年佫新增加1名特殊贡献奖，并且颁发奖金12000块来表扬。为了提升公共运输工具的服务品质，让民众感受到更加好的坐车环境，市府交通局伫每一档持续办理大台南公车甲计程车油量驾驶的选拔票选活动。伫公车的部分，有计表扬公车节油驾驶甲公车礼貌驾驶各6名，而且为了奖励对公车甲计程车有特殊贡献的驾驶，交通局伫今年新增加1名特殊贡献奖。就会当得到12000块的奖金。为了要积极推动我们的公车的一个提升服务品质我们也从102年开始进行那个优良驾驶的一个选拔那我们今年我们针对2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的公车的优良公车驾驶的部分那一个部分是由我们那个客运公司来推荐另外我们也开放我们的民众来票选那我们希望说把我们的优良的司机然后可以把它表扬出来那另外第2个部分是我们的计程车司机那计程车司机也在我们大台南也是分布非常广也提供非常好的服务品质那我们也是希望借由这个机会把我们的优良的一个驾驶的部分我们来经过这个次的选拔然后来提供给大家更好的一个服务。活动分做2阶段，第一阶段从今仔日开始到8月13号进行推荐报名，第2阶段是资料审查甲评选作业。另外，为了鼓励民众参与推荐优良驾驶，这次的抽奖活动，主办单位也提供脚踏车、拍立得甲电影票，总价值超过5万块的礼品要送给民众。咱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6月是毕业的季节，台南市少年国小对去年开始就规划了实景闯关游戏，让应届毕业生需要伫校园内面找到题目，并且解答，就可都摕到毕业证书，然后毕业生拢有了一个难忘的回忆。少年国小伫日本时代是合作德园国小，学校将这段历史融入实景闯关游戏当中，好专门对学校毕业的学生伫校园内每一个角落来找找题目。伫参加活动学生需要回答出6个题目，才当摕到毕业证书。厝边活动或者小朋友拢参加非常欢喜。张新文，张毅那边借过。嗨，指令台是这个啊，就跟成功台，那就不行啊，那边就没有台后面看过了。这个活动呢，是我们从去年老师们呢一起把它策划出来的。那我们希望就是在学生每一年毕业之后呢，可以透过不一样的方式，然后来进行校园的巡礼。所以我们就设计了实际闯关的一个活动。那
透过这样的活动，我们希望把过去胜利的一个历史，然后跟结合现在的一个小朋友活动的情形。所以活动当中，小孩子会穿越时空，然后去帮我们曾经第4届没有办法毕业的这个老学长姐们完成活动，完成这个遗憾这样子，然后回到现在。那在活动过程当中，他们会走过学校他们曾经学习的一个地方，那希望带给小朋友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回忆。今年胜利国小毕业典礼以启动胜利城市、开展胜利未来作为主题，乡镇学生将由胜利启航，回向成功的未来。学校真用心规划活动，都希望毕业生在完成6档的学习以后，能当勇敢面对未来挑战，成为国家优秀的人才。欢迎来胜利国小看，欢迎来胜利国小看，这边还有很多本。本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将每一档的6月14号定做世界关怀人日。全球各地透过这个机会，都来感谢关怀人的奉献，嘛持续呼吁关怀重要。由咱5000级的饭店业者，嘛特别举办关怀送餐券来响应，希望协助血热时期的欠费危机。过去暑假期间，关怀量减少，时常造成会员抵缺，所以香格里拉台南广东国际大饭店连续3档响应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关怀人日。今年以考核来关怀现在的馆、定期的馆作为主题，在饭店门口举办关怀活动，前150名完成关怀民众，买当得到饭店的餐券加优惠券等福利。每一年的6月14号这一天呢，是世界人捐血日，这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所发动的全球性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在台南这个地方呢，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有意义的一个捐血活动，鼓励大家能够捐血1袋救人1命。那虽然这是一个口号，那我们饭店是希望能够透过实际的行动，然后以我们饭店的餐券跟我们的折扣券，鼓励大家除了捐血之外，你还可以获得饭店这边非常优惠的一个鼓励哦。这摆活动，饭店主管嘛带头参与，亲自上场来关怀，以实际行动展现企业社会责任，并且号召员工、旅客甲社会大众踊跃来关怀，希望当抛砖引玉，互民众通袂记哩定期关怀，伫危急的时阵一地一伙，会当救人一命。电新闻郭国义采访报道。先听闻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2段开车门啦，2段式开车门，2段式开车门，2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今年2月伫台中开幕的日本可颂品牌，曾经造成一天卖出1万粒的成绩。对此业者嘛看准台南的美食市场，选伫中山路的百货公司开出南部第1间分店。开幕一天开始嘛，请坐排队领调。各式各样无同口味的可颂，全部拢是用澳洲天然的麦达加日本100年的品牌米粉，加上日本达人精神的低温制作，搭配独家的手法，和8月堂伫台中分店创下一天卖出2万粒的好成绩。业者嘛看准台南的消费市场，开出南部第1间分店，伫14号上午正式开幕。开幕不到10分钟，现场就摆满济民众，抢要品尝来自日本的可颂行为。3、2、1，好，节目。其实8月堂
场的我们所有的产品重点就在于我们选用的是欧洲顶级的天然奶油，跟市面上传统一般都是使用人造奶油、化学性的奶油是最大的不同。但我们虽然是用非常顶级，就是成本其实非常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料，但我们还是提供给消费者是一个平价的享受。那主要就是希望能够让台湾消费者能够真正吃到，就是说用天然奶油它制作出来的一个面包可颂是一个这么样的一个美味这样子。除了主打可颂以外，八月糖的贝卡面包加马虎吉人果嘛，吸引侪消费者询问。这摆开幕当中有侪优惠，介食可颂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这个机会。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台南东区离天西站对去年设立到今已经服务满1冬，为了感谢在地企业甲善心人士的长期支持，该站特别伫大福利活动中心举办感恩大会，颁奖感谢因对着道基老人的热心关怀。幼稚园小朋友热情跳舞，让每一个华山基金会长辈拢看甲笑眯眯。这场合作歌舞青春活动是为了感谢长期关心华山基金会台南东区2站的爱心单位所举办。东区2站的成立1冬以来，服务在地长辈总共54位，以在地人服务在地人的理念，号召善心人士加入。为了感谢因对道基老人的关心，特别举办感恩大会来感谢因的付出。我们华山基金会主要是在服务65岁以上的30长辈。那今天刚刚好利用我们东区2站建站周年的感恩茶会，带组织义工，然后带我们的长辈们出来歌舞青春一下。那我们华山基金会今天到现在，我们总共服务70位长辈，但是我们的到宅义工只有1位。那希望各位踊跃报名参加，来服务我们的老宝贝。华山基金会东区站现在募集的经费，不及50%。那希望各位善心人士能踊跃就是捐款来帮助我们华山基金会东区的弱势长辈，还有我们台南弱势的长辈。那我们的捐款专线是06-336-9821。华山基金会目前伫全台湾总共377个爱心天西站，服务失智、失能、无外客的长辈，提供免费的探访、陪同就医等服务。基金会嘛欢迎民众加入志工行列，志工服务专线06-336-9821，找5站长联系。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贵秀美等5位届优惠女性朋友所共同合办的优惠联展，因为作品风格甲题材多元，必须好评，嘛邀请大家做回来欣赏。5位优惠创作者拢对着黄美娥老师而优惠，因学的时间虽然当地不同款，但拢为了相当的好。这届展览会当顺利来举办。5位创作者拢非常感谢长期以来教导因的黄美娥老师，以及帮忙展览的苏宗志老师大力的协助。那这个展出的时间是在6月3号开始，到6月25号截止。那这里都是我们学习优化，大家的年资不一，有的人是大概2年多，有的人有5、6年的年资。那虽然年资不同，但是我们5位小姐在我们老师的指导之下，都有不同的风格呈现。那我们也会互相的切磋，我们5位算是好姐妹。那今天有缘能够在生活美学馆的这么一个棒的地方展出，我们也是非常的高兴。第1区 A 区是由郭秀美，我们是称她叫郭科长哈，她大部分都是以静物、花卉来做主题。第2区是钱明珍老师，她是国立台南女中退休的音乐老师，她当初来学油画的时候，有一些不能适应，因为音乐是一拍一节，非常的准的，但是我们油画是比较豪放、比较开放一点的，所以说一段时间她是好像不大适应，但现在已经非常的适应的，也有很多的好的作品出来。
那西区呢，就是江春竹老师，他是复兴国小退休老师，他短短的2年多，将近3年的时间，他有这么多的好的作品出来展示，非常难能可贵啊。然后第七是吴秋华小姐，她是纯粹家庭主妇，但是她喜爱画油画，她画的特色就是她跟她的名字一样秋华，但是她全部的作品都有一个秋的味道。那17是石碧叶小姐，她是生活美学馆这边的志工干部，她从完全不会到慢慢摸索，她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很优秀的作品呈现在大家的前面。有风景、有人物、有物品的画作，也有侪无同款的风格甲画图的技巧。欢迎大家伫6月25号进前来生活美学馆参观欣赏。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现在病院伫今年3月正式引进上新一代真光刀治疗，搭配原本瑞士刀等影像系统，已经当达到快速精准的治疗效果。病院表示，只要有特色的疗法，拢希望提供南部的肿瘤患者加一个参考。外形感觉起来就是做科技的形体，就是目前上新一代放射治疗或者真光刀。伊主要是南台湾上新启用的放射治疗系统，上大特色就是适合各种的肿瘤，会让精准定位加第一时间的影像导航，同时可以当合并现在各种放射技术，达到全面治疗效果。它最大的好处，事实上就是说，因为我们实际上很多种治疗机器都有各着不同的适用的面向，但它就有点像一台可以通吃一样。好，它如果它像我们平常来说，大部分的我们用瑞术刀是用在一般第一线的治疗，包括像一些头颈癌啊，然后那个大肠直肠癌或者说肺癌这些。可是当转移的时候，这时候在重建，我们第一个想到会考虑像电脑刀或者一些放射手术的部分。这时候它本身可以执行放射手术的部分，所以等于是它一台却可以使用在各种不同的面向，这是它最大的优势。当然，医生嘛强调，针对无同的肿瘤甲无同分级的患者，也需要全盘考量，并高到需要用到的真光刀，而且目前一个疗程也需要有部分自费。台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是不是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乌阴春雨，现在是雷雨天气，温度28度到30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6月14号的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